鬆嘅，你就唔使蹲低，起到肩嘅時候，手指一繞過嚟，咁一路坐低翻，肩攬住前邊，手攬住側邊，慢慢回中收，拆出去，一齊帶上前，隻手齊咗喺後邊。可以嘅話咧，你就搖一搖個手，再上前，起身落嚟，沉咗把劍落去，睇住，沉咗把劍落去，撇咗腳，運劍，斬，收，推出去，劍上手落。撇右腳，扣右腳，睇低一，坐正喺中間，然後沉低，撇左腳，斬，攞去右邊，收喺腰弓部前刺，翻劍攞起，落劍落腳，往後，上去落去，再過嚟，出手。出腳，落個手過嚟，咁落嚟順住，打開喺左邊，翻手指嚟，記得要沉到啱個位置，你慢慢做，唔好吊起，左右一硬起，得唔得？